茶油籽舒服坐着日光浴，工人拿着耙子轻轻翻动。这是茶油工厂1年1度的丰收季。我们开花到12月。 然后它就结果，结果呢，它就慢慢长到9月份、10月份，我们再把材质采下来，就跟我们那个女孩子怀孕一样。细心照顾1整年的成果，要晒上1个星期才能进行榨油。特别设置零下15度的冰库存放，是为了确保全年都能供货。因为农家辛苦，粒粒皆珍贵。我们大概10公斤才可以榨成1斤的油。夫家从事茶油生意20多年，黄建英嫁进客家庄起，与茶油结下不解之缘。说起茶油的妙用，数都数不尽。所以我们阿嬷拿这个当保养品啊，擦头发。骄傲展示台湾各地不同品种的茶籽，黄建英就是舍不得传统茶油被进口橄榄油比下去，导入全新的行销概念，还计划将产业复兴。 会花1、2年的时间去做培育。我们现在有在规划，我们下个礼拜可能就会进原住民会去认养一些部落。金黄色的茶油缓缓流出，滴滴都是农民心血。传统的产业努力转型，要让清新茶油继续飘香。如果说这很实用，客家话怎么说？可不可以教观众朋友？要懂使用，要懂使用，要懂使用。